好，各位朋友、同學好多謝咧，你嚟睇下呢個我哋嘅一個 seminar 啊。咁咧就我想講講咧，今日講咩咧？就講下啲關於咧係考牌嘅一啲訓練課程。嗱，咁我哋咧係香港知識工程學院啦，係咪？咁你可能會聽我哋其他 video 啦，但係今次咧，我想錄一個咧係整體嘅 video 啊，等你知道咧呢個我哋香港知識工程學院咧考牌嘅點可以幫到你解決嘅問題啫。嗱，最緊要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同其他嘅一啲面試嘅策略啊、技巧啊、常見問題唔同，呢個咧主要係講俾一啲咧係有興趣參加或者想參加或者仲係未知道點做嘅人咧嘅一個介紹我哋學校嗰個咧係工程師考牌嘅課程。OK，好。嗱咁閒話休說，嗱呢個video 咧，大概我諗15至20分鐘到啦，我希望啊。好，咁首先咧，大家知道我哋呢個係香港 College of Engineering 或者咧香港知識工程學院。咁我哋係1992年開始咧已經有呢個學院喺度噶啦。咁我哋主要教啲學生咧係註冊工程師啊，或者一啲專業工程師啊咁之類嘅訓練課程嚟嘅。咁嗱，如果各位有問題嘅話咧，當然可以打翻 WhatsApp 去問我哋啦嚇，關呢個+85265286900打 WhatsApp 嚇，或者你再想急啲嘅，你咪打電話去咯。嗱，+85226871108得唔得啊？嗱，咁我開始講啦話，好，咁啊第一件事咧個重點啦，我嘅重點係咩咧？重點咧就係點樣可以成為一個國際性認可嘅專業工程師，或者係一個 locally 認可嘅專業工程師，容易同埋成功，容易嚇，好容易嘅。其實唔係你想咗咁難。咁又唔需要用好多 hard work 㗎。嗱，我知道有啲學生朋友都係嘅，佢覺得好似好難，咁所以遲都唔去考，咁就錯過咗個機會啦嚇。咁而家考咧越嚟越難考啦。如果你唔早啲考嘅話，你可能仲難啲。而家嘅合格率咧喺考英國嘅或者國際性嘅認可專業工程師嚟講咧，特許工程師叫做咧，大概要65%或以上咧先叫合格嘅。OK，好嗱，咁我就話俾你聽咧，點樣可以容易啲考，又唔使咁嘥力嘅，嗱，好重要啊！好，第二樣嘢啦，嗱，咁你會唔會有下邊呢啲問題咧？嗱，第一咧就係你曾經考過啦，係咪？但係就唔合格啦，係咪？第一點啦嚇。第二點咧就係你根本都唔知點樣開始。係咪啊？即係你可能唔知喎，你話考呢個咁點考啊？咁係咪啊？你可能冇留意呢樣嘢啊。咁點解你唔係問個專家咧？係嘛？第三咧就係你發覺哇好難考啊，好難過關啊，咁係啦，都係講呢個問題啫。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問題咧，咁你應該繼續聽落嚟，因為好重要。而家我講嘢俾你聽咧，冇一個工程師係合資格、合工作經驗係唔想去考牌，好少係咪？你會唔會見到一個讀過醫科又有工作經驗、有足夠嘅能力嘅醫生唔去考醫生牌咧？好少噶嘛，係咪？針灸都要考針灸牌咧，中醫都要考啊，或者西醫啦，係嘛？咁工程師一樣得唔得？咁大家咧就你睇下你係咪呢啲咁嘅問題啦嚇，咁你啊繼續聽啦。如果你唔係呢啲問題嘅話，其實你可以 WhatsApp 俾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幫到你啊，一樣嘅啫。啊，嗱，咁我哋可以教你啲乜嘢咧？第一時咧，首先教你點樣合格先，好重要係嘛？合格啊嘛，你想成為一個佢工程師、專業工程師或者專業工程師咧，你要合格啊嘛。咁點解有陣時你考唔到咧？咁啊好多原因㗎，好多原因嚇，即係我見過原因太多啊，實際上，冇準備可能係一個原因啦嚇，咁英文唔係咁好啦，都係啲原因嚟嘅。我呢間再講下啦嚇，但係我哋可以教你咧點解你唔合格？等陣時，OK，你同我傾，我就可以話俾你點解你唔合格啊。如果你考過嘅話。第一就係點樣去教你咧，可以咧係點樣去快啲同埋有效地可以成功咧考取到你嘅工程師資格。當然我哋講緊啲咧係合乎學歷同埋咧合乎工作經驗，以及係有
專業工程師嘅操守品德啊！我哋希望一啲咧培育一啲未來嘅專業工程師啊。第三咧，我哋仲可以教你就係點樣可以達到你嘅人生嘅目標啦。啊，喺一個工程界裏邊咧，點可以成為一個咧係特許工程師、專業工程師或者註冊工程師？咁個好處就係你會發覺你能夠有一個高收入啦。嚇，雖然我哋唔係話就係為錢，但係實際上咧冇咗錢啊，好多嘢都解決唔到。老實講係咪啊？咁係咯。第二樣嘢咧就係可以有一個咧係專業嘅地位。嗱，呢個好重要嚇，即係你希望咧你個工作可以誒帶來一個收入啦，係嘛？同埋咧係帶來一個咧係高嘅誒雙程嘅職位，係嘛？咁好多年前我讀書都係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就用咗好多錢啊，喺外國讀書，但係後期咧我出嚟做嘢，同埋成為一個專業工程師之後咧，我將所有我以前使嘅錢全部揾翻晒翻嚟噶啦，係仲揾得多添，啊，仲揾得好多添嚇呢個一陣間再同你講啦嚇。如果可以透露俾你聽嘅話，啊好，咁第四項咧，我想講下咧就係、嗱，如果你完成聽完呢個課程嘅，你又想攞份禮物嘅，咁你就可以繼續聽落去啦，因為大概都係10分鐘至15分鐘到嘅啫。啊，咁你留心聽落去啊，好重要啊！我哋可以教你一啲咧係簡單嘅 tips，點可以成為一個咧係專業嘅工程師。如果你要嘅，麻煩你打 WhatsApp 俾我哋，或者咧係打電話俾你哋，話俾我哋聽，你聽過阿關生講呢個課程，呢個網上面嘅 YouTube，你想攞個考專業工程師特別嘅一啲考試技巧 tips，咁你話我聽得啦嚇，OK，好，咁啊第五點咧，嗱，首先介紹自己啦嚇，咁咧就我叫做 Peter C.M. 關啦啊。咁我係一個歐盟嘅工程師，亦都係香港工程師，亦都係英國嘅特許工程師啊，Chartered Engineer。咁我本身係讀呢個 engineering 嘅，咁後期咧讀完呢個 Bachelor Engineering，我就讀呢個 MBA 啊，DBA，跟住咧就再攞呢啲咁嘅專業工程師資格，亦都最後咧最近咧都攞過呢個咧係呢個差唔多係幾年前噶啦，應該5年前、7年前噶啦，成為一個咧係數據中心嘅誒設施經理。嗱，咁我亦都係有呢啲 membership 啦，香港設施工程師學會、數據中心工程師學會英國屋宇設備工程師嘅 fellow members，亦都係呢個美國嘅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員啦，CROB 啦，呢個建築工程師啦，機械工程師啦，同埋其他嘅啲電力工程啊或者係燈啊之類嘅嘢。咁我係1985年咧係出嚟工作啊，真正出嚟孭飛嘅時候1985年，其實我讀工程嘅時候更加早啊。咁但係咧就1985年到而家啱好差唔多40年啦。啊，40年裏邊咧，我做過不同嘅設計啊、建造啊同埋維修管理呢啲咁嘅工作，甚至乎做啲管理性嘅工作添。咁喺教書方面咧，我亦都係教咗好多年啊，大概接近咧係33至35年嘅一啲 part-time lecturer，教過好幾間嘅大學，香港啊有，澳門咧有，英國都有。OK，好，咁咧就喺教註冊工程師嚟講咧，我哋足足教咗差唔多有25年噶啦，大大話有25年。咁當然唔係每一年都咁多人嘅，初初嘅時候比較少啲啊。咁但係各位同學，我想同你講講啦嚇，咁我同你其實冇咩分別嘅啫。1978年我入行嘅時候咧，咁因為我考試成績唔係咁好，咁所以咧我就由一個咧係技術員出身喺呢個摩利臣工業咧讀一個技術嘅訓練課程。咁直至到10年之後咧喺不斷嘅努力之下咧，我就結果成為一個咧係英國嘅特許工程師。用咗10年嘅時間，咁當然中間有好多血淚啊咁之類嘅嘢啦。咁但係咧，就我想同大家講咧，呢個世界上咧唔係淨係聰明嘅人先至會贏，一定有啲情況之下咧，上天好公平嘅，就係你勤力同埋你揾到個好嘅老師好緊要同埋向正確嘅方向行。嗱，咁我講由我一個技術開始啦咁
有興趣咧睇翻我哋學校嗰、個網址有介紹我，應該係嘛？咁但係實際上咧，我想講俾你聽咧，咁我最覺得係有成就嘅地方咧，就係、我曾經做過全世界最頂尖嘅三大科技中心、科技公司嘅一個亞太區嘅區域經理。嗱，唔係咁容易做啊，因為喺呢啲外國公司咧，你冇翻咁上下斤兩，你根本捱唔到做一個亞太區嘅區域嘅，而且得我一個啫。亞太區嚟講，亞太區有十幾億人，不論你澳洲、國內、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好多有才幹人士啊。但係點解我能夠做到咧？咁當然有原因，係嘛？咁當然同個註冊工程師呢個 title 或者佢嘅經驗或者佢個能力好重要，係嘛？咁我都做過一間美國好出名嘅喺香港有分公司嘅 Vice President，同埋其他林林總總出名公司我都做過啊。咁你大家可以睇下咧，由一個好普通嘅技術員啦，去做到呢個特許工程師，或者成為一個咧係全世界三大科技公司嘅亞太區嘅經理啊，實在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咁我想同大家咧分享下啫嚇，咁希望咧就可以激勵到你啊！咁你一樣可以做到啊！你因為你仲後生，我年紀大啦，已經差唔多要退休嘅時候啦，係嘛？咁我希望咧，我將我嘅工作經驗啊同埋知識啊係傳授俾你啊嚇！好，第六點啦，第六點咧就係其實我哋學校有好多嘅。一啲學生對我哋嘅嘉許，其實咁多到我有陣時我都冇留意啊，或者冇叫佢哋寫啊，咁但係又都唔見咗佢寫什麼。嗱，譬如好似有位學生咧，咁佢就話啦，佢話誒老師好多謝咧，你俾我嘅全面性嘅支援啊，同埋啲專業性啊、具體性嘅一啲意見。咁就同埋佢好多謝咧，佢話呢個佢講咗啦。咁啊好多謝咧，有啲不斷嘅耐心啦，同埋咧係為佢去 prepare 佢嘅 report 同埋考試。咁其實我哋學校係好願意去幫助一啲咧係有學歷、有才幹，亦都有品德嘅學生，去成為一啲嘅專業官員。因為點解？如果我哋唔係幫助你嘅話，將來我哋嘅社會咧就冇晒呢啲咁嘅工程師啦。啊，我哋唔希望一啲咧係誒，即係唔合格嘅工程師嚟去做一啲高質素嘅工程，係咪？小心啲係嘛？好，咁啊呢度呢個學生亦都講咧，佢就建議啊啲新嘅考生啊，或者就 join 我哋學校嘅 program 啦，係嘛？因為無論後邊學會多咧，我哋都可以大部分幫到你啊。咁我哋會指出一個正確方向，同埋一個咧係顧問服務俾你。咁呢個咧應該係一位羅先生嚇，羅先生係一個 technical services manager 啦，呢個係佢嘅見證咁啊，好多年前呢個有啲我都冇擺落去啊。咁啊，仲有一位咧，亦都係啦，幫助多謝呢個香港知識工程院咧，佢話幫佢咧係考呢個大學工程師，咁佢個好有用啊，同埋好特別，我覺得考個課程好特別嘅啊，同出邊嘅唔同，出邊好多人都抄我嘅啫。嗱，咁你慢慢知啦。嗱，你好多人都抄緊我呢個方法。我哋全香港第一間學校咧係教呢個咧考英國大工程師，咁而家我哋都會教考本地嘅一啲專業工程師。嗱，咁希望你多啲參與啦啊，或者留意我哋嘅網上面嘅一啲 YouTube 啊之類嘅嘢啦。啊，咁啊教佢點樣寫個 report 啦，同埋 interview 嗱，最緊要係 interview 嘅啫，因為你寫個 report 係唔計數嘅嚇，唔計分啊，最主要係你 interview 嘅時候。但係當然你個 report 寫得唔好，你就冇機會 interview。咁佢又話咧，佢成功咧成為一個咧英國嘅大工程師。咁佢覺得好感激學校，咁好多學生佢哋會送翻個獎牌俾我哋啊，或者送翻一啲咧係紀念品俾我哋學校，咁我哋學校都好多謝佢哋啊。咁佢就話咧係任何嘅特許工程師、專業工程師咧，都其實應該咧係參加呢個課程，因為你有個導師有教練咧，好過你自己去考。當然你冇都可以考到，但係你可能好辛苦，或者你唔知啊，或者你錯過幾次先得。係嘛？咁而且咧，佢認為呢個課程值有價值啊，值回票價，係嘛？我哋學校收你一個數目，但係實際上咧，你考到之後，你半個月嘅人工已經可以交到呢個學費，值回票價呢個係嘛？咁有一位楊先生，咁佢係一個 project engineer，嗱呢係見證嚟㗎嚇，咁仲有好多你有興趣慢慢睇我哋學校嘅 link 啦嚇。好，咁我哋學個課程嘅內容點樣咧？等陣先教你。
點樣寫一個專業報告先。嗱，呢個部分咧係有啲難度嘅，而家以前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啊，當然而家可以分三段，第一階段喺我哋嘅年代，1980年呢個年代咧，80年啊90年代就比較難啲嘅，但後期都係容易咗。但係再去到呢個最近呢5年嚟講咧，就難度高好多啦，因為佢覺得你寫個 report，如果你寫得唔啱，根本就冇資格去 interview。佢哋咁講係嘛？咁第二個咧，我除咗教你寫 report 咧，我會教你點樣去合格先。嗱，咩嘢會令到合格？你要知道嘅。嗱，我做過 interviewers，OK，咁而家我冇做噶啦嚇，我做過5年嘅 principal interviewers 及 co-interviewers。咁我哋知道咧，係咩情況之下你點樣可以令到合格？相反，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咩情況之下你最容易唔合格？我哋見過咁多學生，教過咁多學生，最唔合格嘅學生就係點樣咧？我哋話俾你聽。第四咧，我就會同你準備一啲題目啦，mock up question 啊。呢個賣個關子咧，呢個好重要，都唔係想抄我呢樣嘢，我就唔想講俾佢知道，係嘛？即係你要做得好過我，你咪自己做啲啦嚇。你抄我咁唔得噶，係嘛？因為有 intellectual property 噶嘛，係嘛？第五咧，我就會教你點樣答題目，令到分數攞高啲嘅。點解我哋學生咁多學生㗎？因為我哋答題目方法好特別，同佢出邊嘅唔同，佢哋學唔到嘅。嗱，呢方係我自己發明嘅，我用過呢個方法好多次去見工、去考試、去考升啲試一樣過。唔理你用咩方法，你唔理你用咩考咩課程，只要係工程嘅話咧，咁我哋方法就非常之有效啊！我試過喺60分鐘咧就可以得到個工作，成為一個 senior 嘅 testing commissioning manager，或者用60分鐘咧成功地建成咗一個咧係 vice president 嘅工作。60分鐘用呢個方法啊，呢個 interview 嘅提啲。咁第六咧最重要就係練習啦，練習練習再練習。第七咧，我就話俾你聽咧，用咩時間去考試係最好啊？1年之中咧，當然有啲時間可能會好啲，有啲時間冇咁好啊。譬如夏天咁，可能人哋個個都去旅行咁啊，就唔係咁好啦，係嘛？第八，我會教你啲面試嘅策略。嗱，我可能有好多 video，如果你睇過話咧，我哋有面試嘅技巧啦，part one 啦嚇，part two 咧就係一啲常見嘅申請或者係申請嘅，多數係申請嗰個寫 report 嘅時候咧，或者申請書嘅時候常見嘅錯誤啊。第三 part 就係一啲已經我哋學校收起咗嘅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工程師考牌嘅策略。嗱，呢只有我哋學生我哋先會俾呢個第三 part 嘅啫，其他你要喺網上揾到嘅。第四 part 而家我講緊嘅都係免費嘅，就係呢啲講叫做咧喺 YouTube 啊講嗰啲叫做咧係面試中常見嘅錯誤。呢個面試中常見錯誤，你不論你係頭先講咗，你係見工、考升級試或者考專業嘅工程師嘅試咧，都可以用得到啊。第九，咁我哋仲會係話俾你聽咧，你考完之後咧，你有啲咩可以做，令到你成功機會大啲嘅。啊，最重要嘅目的就係要幫助到你將一個失敗嘅轉成成功，啊，成為一個咧係你夢寐以求嘅一個特許工程師或者專業工程師，得唔得啊？呢個係咁啊。咁啊，第八咧嗱，有啲個案咧，我講少少啊，咁啊，大家睇睇啊，呢度大概有5個個案嘅。有一個註冊工程師咧，就係佢考過3次啊，喺外邊自己考，佢冇揾過學校，佢自己考，考3次唔得。佢嚟揾我一次教佢就搞掂咗啦。佢嚟我校第一次我哋搞唔掂，佢以前考3次都唔得啊。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有一個咧係大概4至6年工作經驗嘅工程師啊。咁佢只要經過我哋10個訓練嘅 session 咧，10次嚇，好短啊。佢呢個好急添，而且佢係大概1個月至2個月都冇，前1個月到嘅1個月通知佢叫我考試，咁我哋用大概10堂嘅時候教佢咧，係考到呢個咧香港嘅專業嘅工程師啊。咁當然佢呢個學生都比較係經驗好啊，雖然佢年資唔係好耐，但係佢經驗比較好啊。第三個咧就係有一個好有經驗嘅學生嚇，好有經驗學生，咁佢有經驗啊，係咪啊？咁所以咧，我只係教佢4堂啫，一堂大概係45分鐘到至1個鐘度咧。我教佢4堂，佢已經考到啦，好厲害！呢個可能我考過。
好 outstanding 嘅 student 啊。咁有一個咧就係 director，director 佢做嘢其實佢都唔係做工程嘅，主要佢係講合約啊、tendering 啊，點樣去 marketing，點樣帶嗰個公司去一啲商業策略啊之類嘅，管財務比較多啲啊。咁所以佢冇咗個 technical 部分，但係我哋都教佢呢用10堂嘅時間咧，就教到佢咧可以好 technical，而且一次搞掂，第一次就搞掂噶啦。第五個仲有好多好多下，so far 我哋有122個學生係已經咧係考到咧係英國大工程師啦、本港嘅專業工程師啦，同埋其他嘅專業工程師嚇，咁仲有好多嚟緊嘅。所有呢度嘅 case 咧，我頭先講過就話咧，我哋學校嘅平均合格率有80%，喺過去7年裏邊啊。咁有陣時多，有陣時少，但係平均嚟講都係80%啊。咁當然啦，有80% 合格，咁有20%咪唔合格啦，係冇錯。咁呢個又好多時要睇翻個學生本身佢個準備啊，佢嘅工作經驗啊。但係喺80% 裏邊合格學生咧，90%都第一次合格嘅，好少第二次嘅，只有10%咧係需要第二次。so far 我只有試過一個學生係要第三次先合格嘅啫，得唔得？嗱，呢個個案啊，成功個案嚟㗎，唔係假㗎，全部有晒記錄下，真人真事真英雄。好。好啦，咁呢個課程最適合啲咩人去讀咧？咁其實咧適合咧就係你持有一個香港嘅8大院校嘅工程學士學位或者工學士學位啊，BSc Honours Engineering 或者 BEng 嘅 degree。咁有啲譬如好似讀medical engineering 啊，或者係 mechatronic 啊嗰啲都可以嘅。如果唔係咧，你係 overseas 個學歷咧，譬如咧你係好似喺國內啊、美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其他嘅國家，好似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台灣呢啲咧，咁你個學位啊，你個學位啊，咁你就要加多個碩士學位先得，並且最少需要咧係4至6年工作經驗，你上面都要嘅，上面都需要工作經驗啊，咁跟翻嗰個 local 嘅情況。咁無論你係做設計、地盤、建造、安裝或者係維修保養咧，你一樣可以考。唔好以為淨係 consultant 或者 design engineer 先可以考，因為每一個工種都有佢重要嘅動作啊。設計嘅人有設計嘅重要性，喺地盤安裝測試有地盤安裝測試嘅重要性，喺維修保養翻新工程有佢重要性嘅部分，係嘛？咁同埋你需要人哋去評估你個學歷，或者俾啲意見你考邊個學會咧，你都可以揾我哋。呢個適合一啲學生咧咁啊。第四個咧就係你唔知點樣寫個報告啊，你需要人去教你點樣寫㗎。我哋唔可以幫你寫，各位同學唔好搞錯，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呢個。呢個係你自己要做嘅責任。但係我哋教你點寫，同埋咧係將你訓練到去適合去考試。你未得，我會叫你唔好考住。同埋咧會回答你一啲你常問嘅問題啦。無論喺考試前、考試中或者考試之後，你常問嘅問題，我哋都可以答你。嗱，呢個係我哋適合呢啲4種嘅同學啊。好，最後咧就你而家需要做乜嘢咧？嗱，好簡單嘅啫，你只係 WhatsApp 俾我哋+852，係唔係呢個啊？你打+852+65286900，前面嗰個有講啊嚇。或者你打電話去啦，呢、個2687，呢個打到字喎啊，26871208啊，唔好意思，打錯咗。佢揾支筆出嚟先啦嚇。嗱，咁呢度咧就唔好打呢個啊，你打一個咧叫做係6528，前面有講噶啦，6925686900，或者咧係打電話係26871208。嗱，呢度有少少錯誤，因為點解咧？我電腦咧成日個七字咧好似打唔同啊。6900得啦，呢個 A 區啦嚇，咁交俾你再睇多次啊，好嘛？咁只要你係WhatsApp 俾我哋。或者打俾我哋咧，咁我哋就會同你約一個時間，大概咧你最方便就係講5分鐘至10分鐘，乜都講完佢啦，好快嘅啫。如果你講耐啲都得啊。好，咁最後啦，我想講翻最後呢個情況啦啊，最後一頁呢度差唔多吓。嗱，我哋有好多嘅成功個案吓，多到我哋都講唔多啦。頭先講過就係我哋總共有122個特許工程師，或者咧係本港或者其他嘅一啲專業工程師啊。咁包括咗有土木工程師學會啦、建築學會啦、英國特許測量師學會啦、
電機工程師學會啦、機械工程師學會啦、呢個屋宇工程師學會啦，同埋其他嘅一啲Society of Operating Engineers、Institute of Energy 同埋呢個 Environmental Engineer，仲有好多，我呢啲多到寫唔到。而學生亦都包括咗好多咧，來自咧係顧問工程師啦、地盤嘅工程師啦，或者 construction engineer，或者以及一啲維修保養或者項目嘅工程師，以及甚至乎頭先所講 management engineer，我哋都可以幫到佢嘅，得唔得啊？嗱，咁呢度咧就翻我哋喺呢度啊，咁我講翻呢個先啱，係啦，冇錯啦。咁大家咧就係、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咧，你想知多啲，或者你有任何關於工程嘅問題咧，你打呢個 WhatsApp 俾我哋+8262869000，或者打電話26871168。嗱，咁唔好意思，我想講啊，因為工作比較忙啊，所以通常係一個禮拜我哋都係大概接得你5個10個學生嘅啫。實際上太多咧，我哋做唔切啊，我哋仲有好多要做嘅嚇。咁希望咧就你明白到，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夢想成為一個咧係特許工程師，本港嘅專業工程師或者其他國家嘅專業工程師，包括澳洲啊呢咁之類咧，千祈唔好係盡快揾我哋。好多謝大家，我喺呢度停一停先，我係多德關，多謝你，拜拜，謝謝。